Hi，我係阿仔。英超第11週賽事，熱刺2-2和曼聯。呢場上屆歐霸盃決賽翻版，過程麻麻，但係埋尾結局就精彩。連攞10月最佳領隊同球員之後，保姆上半場保持水準，先入1球領先。下半場曼聯又再出現換入後備球員之後就失波嘅問題。泰爾同埋碌柒神一人1球反勝曼聯，碌柒神又除衫慶祝，全靠佢呢啲黑魔法，我哋先至可以追平。迪列特完場前角球頂入，喺尾段有石斯高傷出，得翻10人應戰都仲可以追平，唯有留翻主場先報翻呢個仇。愛華頓2-0贏富林。呢場波愛華頓究竟射入咗幾多次富林個籠呢？不停越位，慶祝都慶祝咗4-5次。其實富林唔係踢得差，係把握力唔夠對手好。愛華頓每次有角球或者死球都好有威脅，無論第一點定係執 second 波一樣咁出色。椰子係有啲料嘅。西咸3-2贏般尼。紐勞對西咸嘅改造開始有成效，踢法簡單，唔會再淨係依賴保雲一個，開始用波直接啲。其實西咸中前場嘅球員都係有水準嘅，發揮好啲，絕對可以有好成績。問題係喺後防線，水準同默契真係爭啲。由季前熱身賽到而家都仲未執得掂，般尼呢季真係為護級而戰，主打防守嘅佢哋，睇下可唔可以喺對下游嘅球隊度搶到分。新特蘭2-2打和阿記。薩卡對住舊隊依然有好表現，究竟新特蘭係點樣訓練球員嘅呢？佢哋嘅逼搶真係好癲，成隊都跑足全場，對住8場冇失波嘅阿記，完全冇俾嗰股氣勢壓住，打翻自己嘅風格。但略嫌領先1球嘅時候，突然唔再逼搶，變咗全員防守，反而放生咗阿記，結果俾人連入2球。好在佢哋落後之後又打翻逼搶，最後成功逼和榜首球隊。新特蘭可唔可以成季都保持住呢一種打法呢？車仔3-0贏狼隊。呢場車仔可以話贏得少，就算狼隊打5-3-2呢啲防守陣式，完全冇緊逼嘅防守，俾車仔用兩邊嘅翼就輕易破解到。加拿祖2個助攻，慢慢同隊友建立到默契。尼圖對住舊主埋齋，亦都一樣慶祝。嚟緊睇下邊隊波會喺對狼隊嘅時候失分啦。亞士4-0大炒般茅。開波早段史密夫同自己友亞當斯相撞到爆晒缸，要即刻換走，希望佢冇咩事啦。亞士喺10月連贏4場之後，雖然輸咗俾利物浦，但近況其實佢哋都幾好。今場波仲大開殺戒，上半場憑住布恩迪亞嘅罰球先開紀錄，之後般茅越上攻就越俾亞士撳住嚟打。下半場曾經搏到12碼，可惜斯曼由煙黑，最後俾亞士入多2粒。賓仔3-1贏卡素。先開紀錄嘅係卡素，但下半場就俾人連入3球反勝，有少少覺得佢哋有啲似上年曼聯。歐戰打得好，聯賽就唔掂，幾場波都係領先完就輸翻轉頭。單判下半場2次犯規，除咗被罰12碼之外，仲攞埋紅牌，成為輸波關鍵。不過本身早喺第61分鐘，佢喺禁區明明踢跌咗單高，但球證反而話佢插水。最離譜嘅係睇埋 VAR 都冇吹翻轉頭，個 VAR 鏡頭淨係播住一個睇得唔清楚嘅角度，稍為喐一喐，睇翻其他角度就好明顯係踢到腳啦。之後今場都救咗幾次險球嘅龍門撲比雙出，換入降班之神藍斯道，最後輸到3-1完場。水晶宮0-0打和白卡頓。兩邊攻勢其實不相伯仲，但兩隊嘅把握力真係差，好幾個 big chance 都射唔中籠。下半場魯達入禁區自己跌低，球證判咗12碼，但睇完 VAR 之後再推翻12碼嘅判決，之後就係白卡頓龍門華布根嘅表演時間，救咗幾球必入球，成功幫白卡頓保住1分。森林3-1贏列斯。帶住嘅森林終於喺英超度贏到波，雖然係先失波，但係佢哋善用兩邊嘅傳中，再喺中間補位，成功反超。傑威再次頭槌入波，尾段安達臣12碼埋齋鎖定戰局。依家成隊森林整體發揮非常之好，感覺終於似翻一隊夾過嘅波。焦點大戰，曼城3-0大勝利物浦。呢場波利物浦可以話打得冇嚟神氣，早段多股括弧勁搏到12碼，下輪近5次炒咗2次，今次再度12碼宴客。不過入球機器又點會俾呢啲嘢影響到啊？10零分鐘之後佢就接應紐尼斯嘅傳中頂入，射入佢英超第99球。完半場前，干沙利斯禁區外射門省中雲迪克隻腳入網，贏到2-0。冇運起上嚟就係咁噶啦。成場波表現最好嘅
嘅多古括弧勁喺禁區外又射個世界波，呢場波佢又屈速又射波，真係玩晒。過水之後都收手冇再攻，就咁贏3-0。邊隊波啲球迷嗰時我哋輸俾曼城3-0出嚟笑我哋嘅呢？邊隊話贏完皇馬就翻晒嚟話個回力標咁快飛翻嚟得唔得㗎？以下就係英超第11周賽果。今周曼聯雖然打和，但係我都滿意球隊嘅表現。就算打少一個人，球隊再落後，我哋都冇氣餒，成功攞翻1分。呢啲精神面貌絕對係球迷希望見到。聯賽榜形勢，下半版嘅球隊大部分都係輸波而回。淨係得愛華頓贏到波，所以下半版變化好少。森林同西咸贏波之後，逐步追翻上去前面嘅對手。睇嚟除咗狼隊之外，護級都要爭崩頭。上半版方面，本身喺前4嘅利物浦同般尼茅夫一樣輸波，已經跌到落去第8同第9。亞視由第6周開始贏翻波之後，已經爬到上去第6位。曼聯今周雖然和波，但有利記俾人大炒，幫我哋戰一戰，令到我哋上升去到第7位。榜首阿仙奴今場和波，令到曼城同佢嘅分差縮窄到得4分距離。不過由第3到12位都只係爭4分波。國際賽期之後，英超快車睇嚟會令到聯賽榜開始慢慢明朗化。第12周英超賽事將會因為國際賽期喺2個星期後先至舉行。焦點賽事會係阿仙奴對住熱刺，究竟阿仙奴會唔會由新特蘭場和波開始失分，慢慢俾後邊嘅球隊追翻上嚟呢？我哋曼聯將會喺周一嘅尾場主場對住愛華頓，睇下翻到嚟主場，我哋可唔可以繼續球隊不敗嘅紀錄去到第6場。今集就嚟到呢度。大家對於球隊嘅表現有咩評價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，我哋下集見，拜。